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Ascend Tutoring，我係 Elisa。多謝你哋對我哋嘅課程有興趣。我哋係一間專注喺網上 Zoom 教學嘅補習團隊，希望可以透過更加個人化同埋更有系統嘅方式，幫助學生建立信心、提升成績同埋培養良好嘅學習習慣。我哋嘅導師團隊各有唔同嘅專長，涵蓋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科學同埋面試技巧嘅部分。我哋擅長幫學生打穩基礎，提升考試技巧、閱讀能力、寫作能力、數學解題速度等等。我哋希望可以根據每位學生嘅唔同需要，配對到最適合嘅導師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小朋友目前嘅學習情況，只需要喺下面填寫基本資料，咁成個登記過程大約只需時1分鐘嘅啫。當你填寫年級嘅時候，小學嘅同學可以輸入 P1、P2、P3 如此類推，中學就用 S1、S2、S3。完成登記之後，請留意返你提供嘅電郵地址，我哋會將下一步詳細嘅指示同埋學習評估嘅連結發送俾你。完成咗呢個評估之後呢，我哋就會更加了解小朋友目前最需要加強嘅地方。咁如果家長有想我哋喺檢討環節直接回答嘅問題，都可以喺評估嘅最後提交頁面嘅家長留言部分嗰度寫返低。咁我哋會喺檢討嘅時候一齊為你解答。我哋期待陪伴小朋友一齊進步。